啊，再来一次。大家好，那大家好，这个是奶料。啊，这个是奶料，这个零食，多咪很喜欢，是不是？它有什么味道？它有什么味道？紧着味道。这个奶料味道是不是？紧着。啊，紧着啊。这个是旺旺队，紧着是不是？咦，外边有画一个旺旺队紧着，那多咪就叫紧着旺旺队。紧着旺旺队好吃。甜，有甜的。有甜的，旺旺队紧着。有甜，酸吗？不酸。不酸。那就聊了，多咪去聊吧，拜拜。大家。嘴还有这个是什么面包？拜拜。